你有冇試過喺朋友或者家人群組發咗一條你覺得好幽默、好搞笑或者非常重要嘅建議，結果全部人都已讀不回，氣氛好似忽然凝固咗咁。仲有你精心美圖，整得靚靚，post 咗一張自拍照，話一個 Threads post，過咗1個鐘都只係得一個人俾咗個 like 你。呢個時候你心入面一定喺度諗，呢班人係咪全部都盲咗？咁搞笑，咁靚嘅相都唔俾回應，定係佢哋唔中意我呀？其實唔係你個 post 唔有趣，或張相唔夠好，而係你唔了解人性。今日我哋要講嘅書係戴爾卡內基嘅《人性的弱點》，英文名叫做《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》。呢本書已經出版咗90年，當年出書嘅時候非常受歡迎，被翻譯成58種語言，仲被視為社交心理同溝通技巧嘅聖經。巴菲特話佢由8歲開始睇卡內基先生嘅書，佢呼籲而家嘅年輕人越早睇卡內基嘅作品，你哋嘅人生就會越早獲得啟發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。其實《人性的弱點》呢本書，卡內基表面上係教我哋人際關係技巧，但骨子裏佢係寫緊一本人類心理嘅 bug， 即係漏洞或者叫做弱點嘅報告。人類呢種生物自詡萬物之靈，但其實由原始人到今日睇緊 TikTok、玩緊 AI 嘅現代人，我哋大腦嘅底層架構根本冇變過，我哋全身都仍然有好多弱點。而今日我哋就一齊好好去欣賞、利用，甚至防範呢啲人性嘅弱點。首先，我哋要認清人性第一大弱點。卡內基喺書入面講過，人類最深層嘅渴望唔係溫飽，唔係發達，唔係性慾，而係被重視的渴望。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叫呢個做成為偉人嘅慾望，哲學家杜威就話呢個係希望具有重要性嘅慾望。每個人由出世嗰一刻開始，大腦內部都有一個無形嘅計分牌，極度渴望人哋幫佢加分。如果冇人幫佢加，佢就會個人聚埋一邊，好焦慮，甚至會做出好多匪夷所思嘅行為。大家身邊一定有種人，每次食飯聚會，佢總有辦法將個話題扯返去自己度。當你話，哇，最近條腰好痛啊，可能姿勢唔好，佢會即刻話條腰痛。我話你知，我上個月直情痛到要睇專科，嗰個醫生幾咁難預約，連某某名人都有去睇。你有冇發現？佢連條腰痛過你都要贏，點解？因為佢需要重要感。如果佢嘅痛苦唔係最痛，佢就覺得自己被無視。喺社交媒體上面就更明顯，以前啲人晒名牌袋、晒跑車，而家高級啲晒鬆弛感、晒生活態度、晒自己有好多時間。一幅執咗3個鐘嘅相，配一句今日好攰，求其喺條街度飲杯咖啡。其實佢內心係諗，你快啲讚我，連求其影都咁靚，生活咁有品味啦，係咪？係咪有遇過呢種人？或者你自己就係呢種人？好多人睇完呢一篇會覺得，哇，原來人類咁虛榮，好假啊！我唔會好似佢哋咁，我先冇咁虛偽。但你諗深一層，呢個係人性，係你同我心底底層都想得到嘅重要感。每個人都渴望被看見。既然重要感係人類嘅需要，我哋千祈唔好去鄙視佢，反而要成為一個懂得向別人派重要感嘅大師。當全世界都喺度爭住話我最勁、我最慘、我最啱嘅時候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將個聚焦燈 spotlight 打喺對方身上。點樣打？卡內基教咗一個最簡單但90%人做唔到嘅方法，就係真誠地讚賞他人。留意返係真誠，唔係擦鞋。擦鞋係空洞嘅。哇，老細你今日好靚仔啊！除非老細真係好靚仔啦，如果唔係呢啲叫擦鞋，人哋聽完都打冷震。真誠嘅讚賞係需要觀察細節，例如同事幫你改咗份 report， 你唔好淨係話唔該晒，你應該話唔該晒。我留意到你特別將第3頁嗰個 chart 重新排個版，整到一目了然。我平時都冇留意到呢個位，你真係幫咗大忙。又例如你想讚人靚，唔好講你今日好靚，要觀察細節，可以咁講。你今日揀嘅呢條頸鏈同你件外套好襯，好有你嘅獨特風格。
當你講得出細節，對方個大腦就會分泌大量多巴胺，佢會覺得 Oh my God，呢個人懂我，佢睇到我嘅付出，佢睇到我花心機去打扮。恭喜你，你已經成功將佢對你嘅好感度提升。下次你再叫佢幫手，佢就算放咗工都會心甘情願幫你手，因為喺你身邊，佢可以得到呢個世界最稀缺嘅資源——重要感。情況就好似而家嘅社群媒體演算法，IG Threads 同短視頻點解會令人上癮？因為佢瘋狂餵俾你想睇嘅嘢。喺人際關係裏面，想令人對你有好感，就試下真誠嘅讚賞，等佢覺得自己被看見、被重視。所以喺同人交流嘅時候，唔好再犯最愚蠢嘅錯誤。喺人哋嘅世界入面，想做主角。好，講完第一部分，接住落嚟，我哋講下人性嘅第二個大弱點，亦係卡內基用咗好大篇幅去講嘅。人永遠只關心自己。卡內基喺書入面話，紐約電話公司曾經做過一個研究，分析200萬個電話通話中邊個字用得最多。原來就係第一人稱代詞我。每個人最關心嘅永遠係自己。牙痛對一個人嚟講，絕對比非洲有幾百萬人挨餓呢件事更重大。呢個係生物本能，唔使覺得自己自私。既然人最關心自己，咁對每個人嚟講，全世界最動聽嘅聲音係咩？唔係張學友唱歌，唔係林憶蓮嘅歌聲，亦唔係 AI 完美生成嘅音樂。全世界最動聽嘅聲音係自己個名。大家去 Starbucks 買咖啡，好多時杯上面都會寫你個名。有時你叫 David，佢寫咗 David；你叫 Peter，佢寫咗 Peter。網上有個陰謀論，話星巴克員工專登寫錯你個名，等你可以影相擺上 IG，幫佢哋免費宣傳。呢個好玩，但係調轉頭諗，當個員工正確無誤咁叫出你個名，陳先生，你個 flat white 整好啦，你心裏面係咪會有1秒鐘覺得特別親切？記住人哋個名係最本小利大嘅人際投資，但偏偏我哋最容易犯嘅錯就係將自己個我放大，去同人哋個我硬碰硬。呢個就帶出卡內基另一個金句：贏得爭辯嘅唯一方法就係避免爭辯。大家平時上網，無論係 Facebook Threads 還係連登，見得最多嘅係咩？係網絡大戰。由應唔應該俾家用，應唔應該生仔，到呢間茶餐廳嘅牛肉麵係咪垃圾，兩邊都可以鬧到家破人亡，問候人哋祖宗18代。你有冇試過喺網上見到一個論戰，最後其中一方話：哇，師兄，你講得太有道理啦！我睇完你寫嘅嘢，如沐春風，我決定由今日開始徹底改變我嘅人生觀。多謝你指點迷津。有冇見過？我就從來未見過。因為當你指責對方錯嘅時候，你唔係喺度討論邏輯，你係喺度攻擊佢嘅自我。你喺度話緊佢，你係個蠢材。每個人都拼命想證明我係啱嘅，你係錯。我哋嘅大腦會將意見被否定等同於肉體受到攻擊。當你同人講你係錯嘅時候，對方嘅腦科學機制會立刻啟動防禦模式。呢個時候佢為咗保護自己嘅尊嚴，就算明知自己唔啱，你攞出幾多嘅數據同道理，佢都絕對唔會服氣，佢只會更憎你。試諗下，如果你喺公司，老細或者個客指住你，呢個 proposal 根本行唔通，完全冇考慮到市場現實。一般人嘅直覺反應會啟動防禦模式，點會行唔通？我跟上季 data 做緊，但係你冇睇清楚後面嗰頁，完了吧？如無意外，你份工都可以玩完。如果用卡內基嘅方法配合少少現代嘅溝通心理學，你應該點回應呢？你可以試下咁講。老細，你一眼就睇到市場現實呢個核心問題，真係好眼光。確實，如果單看表面，呢個方案喺市場落地係有風險。所以我想請教下，以你嘅經驗，如果我哋將第二部分嘅資源調配去配合你頭先講嘅市場變化，會唔會穩陣好多？你睇到個分別嗎？一，你冇同佢爭辯；二，你承認咗佢嘅重要性；三，你將佢由對立面拉到嚟同一條船，幫你一齊解決問題。呢個就係人性的弱點最想表達嘅一點。你要贏嘅唔係呢場交，係大局。
將對抗關係變成合作關係。記住，成熟嘅人從來唔喺言語上爭勝負，我哋只睇結果，只攞我哋要嘅利益。去到第三個弱點，人性，喜歡批評、責備同抱怨，但拒絕被批評。卡內基喺書嘅第一章就直接講咗，批評係冇用嘅，因為批評只會令人採取防衛嘅姿態，為自己辯護。佢舉咗好多死囚黑幫老大嘅例子，呢啲殺人唔眨眼嘅大魔頭，臨死或者坐監嘅時候，都真心覺得自己係個為大眾謀福利，只係不被理解嘅大好人。連連環殺人犯都覺得自己冇錯，我哋又憑咩覺得批評、責備同抱怨可以令人改變？大家肯定遇過一種老細或者上司叫捉錯處大師。佢睇你份 report， 100頁入面有99頁寫得完美，佢睇唔到。佢一見到第54頁有個錯字或者個 format 錯咗少少，佢就會喺度大聲鬧人。喂，你做咗幾多年嘢啊？咁簡單嘅錯字都錯，你有冇帶個腦返工？佢覺得自己好威、好嚴格、好專業，但結果呢？結果係全部人之後做嘢都變得極度保守。冇人敢創新，每個人交貨前花5個鐘去 check 錯字，而唔係去諗點樣做好個內容。最緊要係全部人都好憎佢，一有機遇就集體跳槽。卡內基話：當同人打交道時，要記住，我哋唔係同理性嘅生物打交道，而係同情感嘅生物打交道。呢種生物充滿咗偏見，並受到傲慢同虛榮嘅驅使。既然人類係感性、充滿防備心嘅生物，你直接兜口兜面批評就梗係完全冇效啦。咁如果對方真係做錯事，我哋點算？唔通有得去錯？卡內基教咗一個方法，先講自己嘅不足，再間接提及別人嘅錯誤。想象一下，你係一個 team leader， 新嚟嘅 intern 寫咗個文案，錯漏百出，直情係災難級。你會點做？低級做法。你寫嘅係咩垃圾？大學畢業未啊？攞返去重寫。intern心諗，一隻字唔啱就話垃圾 ，OC food， 然後去 Threads 出 post 鬧你。高級做法，即係卡內基嘅做法。Curly， 你過嚟一陣，我睇咗你份新 draft。其實呢份文件令我諗起我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嗰陣寫嘅第一份文案。老實講，比你呢份差10倍。當時連個標題都寫錯，俾老細鬧到好金。相比之下，你呢份嘅切入點其實幾有創意。不過我留意到有幾個數據好似同最新嘅 report 有少少出入。如果你可以將呢幾個位 update 翻，再參考下公司平時用開 format 去微調下，呢份文案就會好完美。你試試佢，你睇下，同樣係叫佢改，但你先講出自己以前都犯過錯，對方嘅防衛機制一瞬間就冇咗，因為佢覺得原來你以前都係咁，咁我都唔係好差。跟住你用如果會更完美代替你呢度錯咗，你俾咗一個高標準佢去追求，佢轉頭行返去座位係會帶住滿滿嘅動力去幫你改好份嘢。呢個就係將指導包裝成賦能，直接嘅批評同命令會傷害人嘅自尊，引發抗拒心理，而間接嘅啟發同保存面子可以激發人嘅內在動力去主動改善。嚟到最後一個部分，我想講下一個好多現代人都有嘅感受：孤獨感。雖然我哋身邊有好多通訊工具，通訊錄有幾百個 contact，IG 有幾千個 followers，但好多人夜深人靜嘅時候，依然覺得自己冇朋友，冇人真正明白自己。於是大家可能會去睇好多社交技巧嘅書，學點樣打扮，點樣講笑話，點樣變得幽默風趣去吸引人。但卡內基話喺2個月內，透過對別人產生真誠嘅興趣，你可以交到嘅朋友，比你花2年時間試圖令別人對你產生興趣所交到嘅朋友仲要多。好多人交朋友嘅方向完全錯晒，佢哋成日諗我要點樣包裝自己，人哋先會覺得我好 social、好勁、好值得交朋友呢？原來你越用力包裝，人哋就越覺得你有距離感，或者覺得你喺度機關算盡，好有機心。試想象一下，你身邊有2個單身嘅朋友去參加 speed dating，
A 君一坐低，開籠着咁款，不斷講自己讀邊間大學，喺邊間投行做，平時鍾意飲紅酒，去歐洲滑雪。佢好努力想令人對佢產生興趣，結果女仔聽完只覺得佢好自大，淨係講自己嘢，好似背緊 CV 咁。B 君佢好普通，未必最靚仔，但佢坐低好專心聽對方講嘢。女仔話：我平時放假鍾意做手作，織下嘢。B 君對眼望住個女仔，哇，真係織嘢好需要耐性啊！你通常織啲咩？係咪送俾朋友？點解當初會想學呢樣嘢嘅？佢冇講自己，佢只係對對方講嘅嘢產生強烈嘅好奇心。結果個女仔同 B 君傾得最開心，返到屋企，女仔同閨蜜講：我今日見到個男仔，超風趣，超好傾。但其實成晚有80%嘅時間都係個女仔自己喺度講嘢。點解？因為 B 君提供咗一個完美的情感傾聽空間，即係滿滿嘅情緒價值。喺2026年呢個 AI 時代，最珍貴嘅資產唔係資訊，而係專注力。而家每個人嘅專注力都被電話熒幕碎片化。如果你同一個人食飯，你可以成個鐘唔攞部電話出嚟，對眼望住佢，身體微微向前傾，聽佢講佢生活上嘅瑣碎事，仲可以跟住佢嘅情緒一齊笑，一齊嘆氣。你就係呢個時代嘅稀缺奇蹟。你唔使好幽默，你甚至唔使好識講嘢，你只需要學識一件事，做一個合格嘅聽眾。即係卡內基講嘅，對人產生真誠興趣。世界上最受歡迎嘅人，唔係滔滔不絕展示自己嘅人，而係可以令對方覺得自己好重要、好有趣嘅人。回顧今集嘅內容，我哋今日由人類對重要感嘅病態渴求，講到人只關心自己嘅底層邏輯，再到批評無效，最後講到點樣用真誠嘅興趣去建立一段關係。人性的弱點呢本書，英文原名叫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。Win 喺呢度唔係打贏或者戰勝嘅意思，而係贏得。你要贏得朋友，贏得人心。你首先要睇穿、明白並且接受人類嘅不完美。人就係一種自私、愛面子、渴望愛、渴望被重視、容易受傷又充滿偏見嘅生物。當你睇穿呢一點，你見到身邊嘅人做錯、自大、作狀嘅時候，你內心唔再係憤怒，而係一種釋懷同慈悲。你會心微笑，心諗啊，呢啲就係人性嘅特點。當你識得咁諗，你就係真正嘅成熟。希望今日呢集內容會讓大家對人際關係有新嘅睇法。如果你覺得有共鳴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，同 share 俾你身邊嗰個好鍾意爭辯或者好需要重要感嘅朋友睇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